คนเดียวก็จะอุ่นอย่างไรได้เล่าแม้คนหนึ่งสู้คนเดียวได้สองคนคงสู้เขาได้แน่เชือกสามเกลียวจะขาดง่ายก็หาไม่ได้跟师母还有我的 PK 的老师青年们来参加这边的营会。มีนักขบวนอื่นเสียงไปหรอสารโลสารมาเนี่ยยมอยากบุยาดูแลเสียวเนี่ยก็ไปเข้าใครอยากก็อายมที่กุลกาเลมเลยที่กุลชอบอะไร那我跟师母就有答应文心弟兄还有文中传道说我们要来祝福他们的婚礼。那后来有个ที่โจที่นี่สารโลอยู่ไม่ไม่หรอเจอกันยี่ที่เชื่อบ้านแต่นั่นที่นี่อายุเนี่ยขวบเยอะเนี่ย更比例嘛嘞。所以我们从台湾搭飞机到清迈。这边呢，台湾门呢咯，后边只有呢上百个。然后文心传道文中传道就很辛苦的来接我们。那俺们呢有忙有人要被拖来的嘛咯。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到了蒋家站。那这边呢，米奇呢被收拢被那个嘛，这里了会了看到铺了会个，而且这些八个被木个头。其实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阿弟妈妈阿弟妈，你因为教耶稣教有完了路。结婚的时候，阿弟妈这些帮也提着，都有一个外国人来帮我们祝福。那日本的老呢，阿弟妈被出发了来。那个就是耶稣啊。佢那，我看到佢那为什么送啊咯？那日本的有呢，还有被格伦比的。耶稣的国是在天国。哎，可能还有呢，老米好用啊啦，佢帮大米好呢，有呢格伦比的啦。对我们来讲是外国啊。哎，可能还对把个图那个大白天都图嘛咯。我们是地上的国。啊，对嘛，米朝一打就路，米朝咋的？所以耶稣就从外国来为我们证婚了。哎，可能上辈送啊啦，ต่างดาวเนี่ยเลยยกก็ยกเนี่ยละญี่ปุ่นเนี่ยยกมือยกเนี่ยเล่าเนี่ยอาทิมังเป็นที่เชื่อปากก็ขนมปีเนี่ยละ你们说是吗？ไม่เป็นไรอย่างนี้เถอะ阿妹吗？阿妹。所以耶稣也派着带我们一起从台湾来到泰国这里。ตรงนี้เนี่ยสมัยสุขคนนี้ให้ดาว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รรู้ว่า用ไปไต้หวันมือจุคนนี้ให้ดาวเนี่ยคือการขนมปีเนี่ย所以我们的婚姻第一个婚姻就是亚当跟夏娃。那这里会红的体重啊，那这些把东北边那啊岛呢又忘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一个订婚的感恩礼拜。这边的伊那马个被这个路勒河那啊去好米个被加车个都别嘛。我刚刚看到你们的那个仪式。仪式啊，就马来木车就被也好梦哎。跟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也很像。อายุยันยี่อ่ะแต่ว่าเมื่อเป็นที่เชื่อบ้างไงคนนี้เขารวยทุเรศ因为我的师母是台湾的排湾族。อาจจะเป็น那สารมา那排湾族เจอ之类。也是少数民族。อายุที่นี่เขา刚被ต้องตามเขาจุดรวยถึงมารวยทุเรศ出เจอ那我的话是汉人。那สารรู้อายุอะไรล่ะบุ我的爸爸是从中国大陆到台湾。อาจจะเป็น那อยู่ต่างอะไรล่ะบุเมื่อเนี่ยอยู่ในไต้หวันเมื่อเป็นจุดเลย我是第二代。อายุ那你先提先。所以我们就进到这个村庄部落里面。这边呢，铺了会被人家恩来提着。跟你们很像啊。啊，对嘛，路哎，等他走路啊，对嘛，路途嘞。就跟刚刚文心一样，要准备很多红包。然后呢，我是文心来了，双带没也来买这个。然后呢，女方就要很多的关卡。那啊，不破今年男方面你正谈的比较嘛咯。就我们就要发红包给他们。那这边呢有蛮多商业比的。然后要讲好话啊。那都有不一样的呢。还要唱歌。都唱歌用牌也唱的啊，有马表姐。我们也差不多是这样。那这边有嘛，今年这嘛不干你路走。女方就会拦阻哦。啊，不啊，那嘛比那你那车我都。我记得我去订提亲的时候。那那啥，有女参加，啊有今年出来的里面提着。台湾族至少要3次去提亲才会动火。啊，都样嘅错咧，那送布样嘅错之类，啊，但嘛那个错咧，送布嘛嘅错啊，嘛不用咋咧，这个。没有像现在那么顺利。他刚刚跟我说花很多钱啊。有些咧票面咧用嘅咧。我跟他说还可以再赚回来。ไอ้คนนี้ผิวอินเนอร์ยุ่งผ่าที่จะงานพักผู้คุยยังไม่เห็น这
这个是应该的。那就把木沙和那木场啊嘞。我记得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这边还有萨拉玛有两几千八路没提着。那个聘金就30万了。啊，从菜要用起来也刚呗，比那个多。30年前30万很多。那从菜火煮，从菜的那票就带票门个啊。那个黄金也不少。那收口里就带门啊。黄金是5两哦。啊。很多。俺爸也别起来。现在的5两是30几万了。因为俺爸那口里票我们要准备来爸爸送菜过去。所以我们算一算，差不多我要70万了。这边几千八个度，爸爸菜过也用啊。所以，可是我觉得值得。哎，我哩还有那个内容通哈，空啊嘞，怕也这边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师母。啊，这边的那俺是了吗？站起来一下。上班几个有的。很漂亮吗？有俺了嘞。它是无价之宝啊，无价，没有价，无价之宝。有票嘛嘞，票呢，买一样啊，你票嘛。请坐。我以为是70万。差不多。差不多。后面更多。后面更多。每一次我去读书有钱的时候，我就说，我带你去买黄金。那这边呢有嘞，票样的提交进来，有时候呢收个呢一点了。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这边呢有设计了会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订婚呢？那上对路啊，就把那边的秋汉和也比较啊。我就是在想说，文心一定是很早就播在 Facebook。那文心了，俺也你听了呢，有Facebook了会，闽南话呢播出来了，有面色了咯。告诉其他的女人。这边呢，有好多碰啊嘞，但那不有有被我已经有丽美了。丽美了，也还做这么的嘞，这地方就。你们不要再来找我。这边的嘛，他怕波拉的来破个啊那个。他很有才华。这边呢有旅游懂啊。我从营会当中看到他长大。那刚上了路记的，靠开这个牌带这个有湖南路原周边的有，刚路没也好么嘛。每年的4月的时候。有湖南路把它有时间呢。接近泼水节。就下一嘛会。是他其实是可以在曼谷当导游赚很多钱的时候。你慢慢那里边有嘛有那里，公特别做呢，刚要节假没了。可是他可以为主耶稣为了这个青少年的营会，放弃赚钱的机会。我哋有湖南路啊嘛，เขา开张个了呢，你这个都刚买了牛把他们呢，有刚买去拿呢。他把主耶稣摆在第一位。上辈书没西比较的了，主比较的。他爱这些青少年的灵魂。刚也不要得，啥那得被很冷的革命呢。因为他也想到他以前也是教会来栽培他。现在把这那刚被流氓呢，用嘛洋人的米啊，用嘛有些人来流革命呢。所以这样子的青年，你们说好不好？特别呢，如果也不要得，那么上流有门啊也知道。好。所以皇家的长辈们可以放心把这个女儿交给他。特别呢，刚不婆嘛，但是那么少呢，那还接了归那不比那话就来眼睛没了。我不是因为认识南方，所以才讲南方的好话。你别有被新疆把他们呢有没得讲的。但我也更要赞许，更要称赞这个丽美很有眼光。后呢，不玩คนดีพระเจ้าเชื่อมันจะ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น่า有面对他有没打拢啊之类的。就像我的太太，我的师母看我很有眼光啊。那这边呢有萨拉玛罗基督里面这边有大面呢有被红毛样的。我很帅吗？有龙啊这啦，才那个啦。谢谢，下次我会再来。有机会有买之类有龙啊那样。那我知道订婚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的订婚。那刚才那秋后刚才打雷的红梦的就这里了，归婚的有些呢玛利亚的红梦。他们的订婚也是跟犹太人的一般传统一样。有年你呢，秋后会俺们就会婚的，以色列人就做下的呢，下那个的呢，就过来都来。这还是要迎娶啊。
娶亲。哎呦嘛，今年也下有没了。对，所以在娶亲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到，就发生了事情。哎，可能哎呦年你啊，去下一个体重嘛，把又卡了贵个过平了。这个是大家都读过圣经的。河南对嘛，这个会好歌的那有那是呀。就怀了耶稣嘛。河南是背书批了。这叫尊主为大。河南有没很多都是背书。我不会讲很久的。啊，恐怕你们怕讲了。大概3分钟就结束。那是那天哪里的？所以订婚，其实我看见的，我们跟一般的阿卡族不一样的地方。那伊那对嘛，这些帮刚被啊出哈了会啊开呀嘛，不刚得了读那个啊。我们不只是用阿卡族的传统的仪式。伊那对嘛开呀呢，木卡萨卡了得在门个。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传统，下面的年轻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那伊那对嘛开呀呢，头卡了木下结合了啊对嘛嘛木扎了的那，你说配啊对嘛也不一样的那些的那嘛木呀嘛是呀你别没。我相信以前的传统更繁琐，更多的。原来把儿子那呀对嘛儿子生活买打了呢，弄很那么清凉不呢。犹太人的婚礼是大概7天。有的做下这些把哎呀嘛回去的哎呦嘛提过帮诶，是能要帮啊。现在是因为有车啊，会方便。用啊那路脚有老有野嘛大米呢。以前是用走路。原来把那干嘛常有米呢嘛红嘛咯。顶多就是驴啊。那干嘛常今年老拖啦嘞，做交通工具。和刚白嘞。可是现在的人因为有车方便。哎，可能用啊那路脚米呢有啦有。可是我看你们至少还是要3天吧，跟我们一样。哎，可能啊对嘛，今年要提你能送那个读那样不能。我们在台湾，排湾族的结婚是3天。啊，这边呢有嘛排湾族就今年几千把那送能不完的。前面也是定亲啊，就是提亲那个订婚。就不嘛啦，去哈尔咯诶，又不乱呀。那第2天是结婚。你能听到那几千把？那第3天就是分送杀猪啊。送能听到啊啦，哎呀，谁呢也憋住了呀，有你等下啦就把这个婚礼的喜事分享给家族。那啦哈七节，啊几千把把他边啦哈七节把他呢和有完了努力个那个。我想你们也是一样。你那对嘛婚礼去搞吧？大家今天都非常穿得很盛装、很漂亮来参加婚礼。你那中国没去，今年有没去多呢？啊对嘛，啊去哈个别啦。所以告诉自己说我很帅。有啊，哎你这个俺有产的女生说我很漂亮。俺有我呢，你就有眼睛的。阿妹吗？所以在婚宴的当中，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漂亮。这边呢，之前把哎呀，那会做路穿那有玩的路远没？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新娘，还有新娘的家人、女妹妹啊，她们都非常的展露那个笑脸。我所以一看到那个，提出要好么嘞？有啊，那眼睛有手拍没？有啊，那路20嘛啦，千就路没。所以订婚我们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它献上给上帝，成为感恩的事。啊，这边呢，对吧？可以啊，对那嘞，啊，个这种婚礼啊，去哈没，这些把没，有没干嘞，两米个啷个加车这边个那边呢？那我要在这里勉励文心。这边呢，还有人银行被婚礼那边的目标。刚刚的那个关卡，就好像我们人生的婚姻的当中会遇到的困难。我说，那我本来俺那去开结婚呐，啊，有多俺呐，啊，对嘛，但是那会你说陪的在里面，后面这个国家痛苦没？所以女方这边的男主其实是对你的考验。因呢，啊，有嘛好多，你刚去那去河南嘞，啊，对嘛被老好这边。那你有没有诚意要来娶那个丽美？好多个小姐过来婚礼，俺来叫呢，啊不，俺们礼物嘛，用个什么来，你嘛俺来就好。我跟师母，我们台湾组还有一个仪式。光台湾出去那了，有嘛木小姐快讲呢。他们还要把新娘藏起来。不得了，怕手牙呢，比较就那把对嘛，还要去做交流。就像蒋家寨这么大嘛。那另外对嘛，铺那河。
然后要把它藏在哪一家，我不知道。啊，和体用了会水呀，他那地做就老用呗。啊，看呀，那呀啥没法水呀，已经。然后我就要一家一家的找。那这边体用呀，播呀，这有嘛呢？我的太太在哪里呀？啊，呀，那中了那会播了。我找了10几分钟找不到。哎呦，那你这波这里播嘛播么呀？因为太多了。啊，这边呢，用红呀，你做头边。那个村庄大概有400多人。我鱼呀，做好鱼呀，这做这个不了会。然后又长得都很像啊。那边漂拍都来了，哎呦错，哎呦样的。会抓错呢。那晚上拍出来也之类。所以我跟他讲好了，我说如果我10分钟找不到，你自己跑出来。哎，我俩有讲那也面那我查查之类。那前那天股票呢嘛，不么呀，但那都有接到你的那红沙台。因为我们是军人嘛。啊，这边呢，有一点呢，一个他做边呢。时间很重要。啊呀，那有一把也很没了。所以后来他真的跑出来。那这边啊，这样嘛，不么呀，老人里面的接到里面这有面的了。所以我刚刚在想。他也很着急在里面。这就是阿姑啊，过来婆，那么经常就。然后他们有2个人绑着那个袋子，一直不让他进去。那你啊，嘛，比如那里有没有那去他们那边的？他想，他已经想了很多的歌，到底要怎么感动？那就真的都参进苗苗参加个里呢嘛，参加发别了嘛。那个红包又很怕发完。那送给你的红蓝鸡肉类嘛，是来发过嘛？还没有看到新娘。我以前那个参见个嘛要摸那把啥那些。所以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其实仪式都很有意义。这边呢，对嘛，之前把要了规模卡下卡了，头几年有多直播嘛，有几个。那个是人想出来的嘛。河南做的旅游呢这边。可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哎，我里面有那嘛那个经啊。他告诉我们说，2个人。要结合在一起。然后离开父母亲。这个事情是有点难过的事。我就在想，我跟师母。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来过这边宣教。现在一个27了。天哪，你这是股票啊！一个28。天哪，你这也股票啊！所以他们2个一男一女，可是现在还没有男女朋友。哎呦啊，不离嘞，不离不谈我，哎呦呀，你啊路又跟你吵嘛，差不多。我有一天问我的女儿。听到个人家啊，不那好。你不结婚吗？那嘛，以前嘛把你做来老婆嘞。他说：“爸爸，我不要结婚。”哎呦哎呀，到俺以前嘛把嘞，对不对？我就跟你们住一辈子。可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女大不中留啊。女生长大了不能留在家里。哎呦嘛，都这么那，不可能那，一看别多比中的嘛个样子嘞。留来留去会留成仇。这个比做的那忙你别那个。因为他会长大之后。我们家里还要照顾他。这边呢，怕回来了嘛，一路做那对吧？又怕要破啥不？这样子我们会变仇人。就那天这样嘛，差点怕别人讲了。所以那个丽美的爸爸妈妈。这边呢，丽美阿妈大嘞。很聪明。就跟我来之类。赶快把他嫁出去。我妈比他在嘞，太多了嘞。因为不要当仇人嘛。这边呢，那天这样嘞。当亲人就好。这边来把这个麻烦的事交给温馨做。这边呢，刚才抢个保姆，温馨的安奶温馨的，好了之类。因为爸爸妈妈最了解女儿的个性。这边呢，那有不特个你塞，就来我吵架去。再怎么样的话，还是会包容他。那有会老可怜嘛，但那有呗。我考了呢。所以圣经说夫妻要互相尊重。那这边的这个会不常过的，还是要也比啊，他那天听有时也比不。你看那个哥林多书里面。哥林多什么了会？讲到这个爱的真谛嘛。
搞慢慢你搞这边给个你们也会唱啊，啊，对嘛，或者想呀，这个是最难的功课。和跟不他和呢，有没参加这边？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学习的方式。哎，和你比做个多多两百个票这边的么呢？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那人家啊，车站的提着，太阳下山以前要和好。你妈妈讲哎呦，我做妈讲哎会煮呢，压拉茶去。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学习，和路也做过没？一定要和好。那么你妈妈讲哎会你阿路也比茶的。那你们会问啊，牧师，我们晚上吵架怎么办？那条路那眼面前多么有几波车站那就怎么？太阳下山了，你妈讲真的车站边来咯？怎么和好呢？啊，就那比茶比就那路哎。我跟你们讲，还有你都麻烦的么？上床以前要和好。以前嘛有的嘞会煮也比茶的就路会的啦。没有和好，不要睡觉。嘛茶的跟你才有的时间呢。阿妹，知道吗？文心跟丽美啊，这样，哦，看她很漂亮，很温柔，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做。这边的有啥啦？那个漂漂亮亮，这床就来。因为两个人如果在上床之前没有和好，一个会被踢下去啊。啊，这边的啦有可能的呢，你个罗马茶里你有嘞单啊。听啊，拍那听啊，弄开呀，就来嘛，另外拍嘛，属于边的咯。被踢下去的一定是我嘛。那边弄开往哪爬来个来，什么来因为？你师母是跆拳道的。啊，这边的那什么嘛，有那去看路走塔就来，那边带有家这边有弄开了。全国第二呢。啊，有没了，会呢，肯有第三起来就来。差点要去参加奥运了。啊，慢慢那把这个奥林匹克也一个啦，就来有特别啊，所以我跟他讲。我们结婚只能动口。这边的机器帮的呢，还有伢的，俺伢你说别去砸或者阿克拉塔路来阿妹，我们路伢来。不可以动手了。阿拉塔路来来姐姐。因为我打不赢他。这边的那有嘛北边的咯。所以动口就是沟通了。啊那还没路和那节目来，大家国家那你错个别么？哦，所以两个成为一体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心意和。这边你啊，我都你啊，听那表演提出那毕业论产的小酒呗，都让你这样这边。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嘛。呀，这边的那你个路去老呢，出海那边的。所以能够自己解决。啊，个这个我用下拉丁的那用下拉丁没？回来看爸爸妈妈的时候。啊嘛，当个乌兰的后浪的提出。就要像这样给红包。你那边的那路哎，有蛮好的双灯也比你还没之类。我跟师母回去屏东，回去师母的娘家。还有伢什么？有伢你啊，有做那路，还有从我这个屋里面提出。我是最常给老人家红包的。有做那路，每年你出汗都被票比的嘛咯。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啊，这边的那就嘛要顾的那，每做呢，那你做呢刚不错。所以我的岳母很喜欢我。那屋里面提出有做那双比那边有做嘛有感之类。可能是看到红包的份上。有做那双的有没面给拍搞了就。没有，是真的，他很喜欢我。是那双莫搞的那节目嘛你啦。4个女婿当中最喜欢我。特别呢，还用被什么被有压力。因为我会为老人家祷告。有另呢，从某人跟上出来。跟他聊天。到提个路也错。告诉他我在外面的工作。那来一波做那个有用努力嘞，在出来嘞。他就很开心。那还前面知道那从某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和那也有合这边。丽美也是一样。我呢，不多好几个呗。看到这么多的礼物身上。那就嘛嘞，那手要么嘞。还有文心的诚意。那文心要么嘞。要好好的孝顺。那个天用没那行的。孝顺公公婆婆。不要皮的，从我出汗的，嘛当呗，有这一步。他的爸爸妈妈。有大妈和你。也是你的爸爸妈妈。有那大妈比那没了。丽美的爸爸妈妈。后来丽美嘛当和你。你的岳父岳母。那从我咯。是生养他的。用被处。所以你也要把他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这边呢，你和你嘞，有哈嘛大嘞女的也处。孝顺他们。用导演那哈嘛。
你们又住得很近嘛，那对嘛做今天都陪你呢，所以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们。对嘛被跟了比呢啦，阿门。阿门。我就祝福你们。阿罗跟了比呢嘛咯。好，带来礼物。有人讲罗把在我们呢，那送给你家有人比呢啦。我希望他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上了路你同样之类，有圣经没有圣经，米也老会没有圣经做大点了。我相信他们的礼物比我们贵重了。圣牛那类，都把那红塔了，说那要陪我们。但是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哎，可能俺妈了说陪着那么包括，都知那有哪之类。一个十字架的项链。这边那和那后来呀，上面说牛皮革。男人的比较大一点啊。你那就有和这。这因为这个男人要承担的责任比较多一点。这边那你有皮后面那有口面的，那后来呀就有和我听说文心很会赚钱呐。那这文心今年刚我有个条的这咯。他好像在曼谷，只要能赚钱的他都做。对吧？公天没被票下也拉价，给我干的那都没那么大呢。所以我希望这个十字架的项链挂在他的身上。这边呢，用个明年嘛就了上。常常的记着耶稣是他的救主。有做那路女同头呢，上面说硬的，出把看过完没呢？师母帮我挂。女摸个都。女生比较细心就像自己的儿子可以吗？好吧 ，OK 已经另外一个，这个呢，另外一个是小小的，但是它中间有钻石的。那就那类，有弟弟还和你来婆那配罗房的。这个小的呢，送给丽美。那有弟兄来不往被比的吗？女生戴起来会更好看。不的那就弟弟将当那。那也是一样，就是要成为他的贤内助、好太太。后来有这里没也没钱。这个是耶稣跟你们的定情之物。那和那上面说呢，就往被比呢那手边呢。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特别有我们要上堂。所以这个是象征的，他们有一个心愿，就要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刚比好么阿爸表那，有人讲咯，没有圣经，上面说了会没有圣经比做大嘛嘞，比好么阿爸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说陪刚光个这比那可能。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每样上面说被洗脑呢，更也惨了。因为他就是从天国来到这地上。这边呢上面说有不会打呢，你才会打有看。就像那个迦拿的婚宴。看到1800个有个人。已经没有酒了嘛。有个老会几百万家的朋友们。临时做也来不及啊。那怕来以后嘛，不么样朋友们。只有耶稣。上面说起来的。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那有个烂朋友们。这样子，大家人都会为你们欢喜。家人也是我们祷告的后盾啊。所以记得有问题不要自己解决。要回到爸爸妈妈的家。他们比我们有智慧。他们都可以有30年、40年的婚姻。所以基督徒严格讲起来，没有离婚的。所以一定要回到爸爸妈妈的家。我那么讲我有时候嘛讲特别那个过去叫那别人的婚礼，但是我做开的那。去问他们。忙边那。你们碰到这个问题吗？那么，刚过俺的同婆嘛咯。你们怎么解决的呢？刚过了同婆的嘛，就真的拉皮嘞。如果他们都可以过得那么好，那么婚礼后来拉皮鸟呢？你们一定可以。那么这里勇敢的这里拉皮鸟的。阿门。阿门。好，我为他们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耶稣，谢谢圣灵的同在。
有什么嘢个嘛？你做路个可能嘛？你祝福他们喏，有两百可能比咯。文心弟兄、文心个会，丽美姐妹，你们也不完美。他们2位还有年龄啊，今天在这里刚被做过呢。订婚的感恩礼拜，啊，就好个度，可能差别在些路嘛。 2家的家族你个路，你婆子咋路啊？也你的。 和所有的弟兄姐妹、啊个拉茶的做啊，也你的样子。亲朋好友错的。一起来祝福他们，结果来老呢，还有两百可能比呢。甚至到结婚的当天，还有年龄啊，1700年可能。宣告他们还有200那出版。顺利的完成 有几条路，有那个5年。结婚的典礼。还有嘛，1700样会。谢谢耶稣，可能嘛。迦南的婚宴，看到你后面看到婚被可能啥？还有嘛，还有蛮可能比呢。谢谢耶稣，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见证他们的订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